根据移民署的统计，逐年有新的或者是有带囡仔的这失联的移工，平均逐年就有400人。这些囡仔，互内政部认定是无国籍，经过咱的社会机构申请规划，未来就有机会成做台湾人。不过，因的安置和救助的合法性，有关受到外界的质疑。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 I go to work there with the employer. You seem to be happier. Yes. 在台湾出世一岁8个月的 George 是这位印尼籍妈妈的心肝囝，伊为着囡仔的未来设想，在去年年底决定去移民署自首，结束5冬外和警察必相找的日子。 Because I'm so tired to hide from the police, I need to free. 2019年 ，George 妈妈拄来台湾，在屏东做家事型的看护，照顾一位阿公。资本夜尊这是趁钱的好机会，想袂到算是噩梦的开始。 You need to pay. You need to pay if you want to going out. I say, okay, never mind, I will pay. No one day, only for hour, because I need to go to the church. And I feel so bored. It seems like living in the chair, right? 做8个月的看护，唔捌晓过一工假。George 妈妈佮讲 Sometimes always hug me. This is also I don't really like. But she said, okay, never mind lah, because I only touch you. I didn't do any sexual to you. He told me like this. 向中人和雇主反映，拢无得到优先的回应。George 妈妈果不而将全老袍成做非法的失联移工。台北、台中、南投4假期，伊替人包过水饺、搬过茶，做过工厂的石头，薪水拢比看护工的17000块搁较多。这走去这移工，其实咧谈到无合法的身份啊啦，看医生嘛好啦，要洗厝好啥物，因为伊无合法的身份，变做伊会受到的对待可能较歹啦。像 George 妈妈安尼，因为劳动条件有欠缺，失去合法移工身份的，毋是个案。根据移民署的统计，对工课场逃走有新的或者是有带囡仔的移工，平均逐年就有400人。阮即摆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合作的，这个协助的这个囡仔吼，25个吼，是这个非法的移工的这个小孩，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掉伊的这个安置费用，每个月将近要3万通吼。是毋是主要囡仔会当互伊加入健保啦吼？啊，毋过中央阁无答应，伊讲同意伊讲会生的囡仔，你嘛甲保障安尼，是毋是鼓励因紧走？哦，这嘛想不通啦。 老炮移工所生的囡仔无健保、无身份，和合法移工所生的囡仔，甲台湾人有同款福利的运命完全无同款。这非本国籍的囡仔要何去何从？安置和救助的资源等等的权利有关等待处理。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。